噔噔噔噔。注意看，今天要給大家分享的就是這盒2025年泰國產 Director Toy Fly Ranger。認真估唔到啊，都已經到咗2025年，居然仲有廠家會翻出80年代嘅拼裝食玩，而且零食同埋玩具一樣都唔會少咗你嘅。應該都係冇授權嘅山寨廠家㗎啦。盒上嘅生產年份原先都錯印成27年。佢嘅原型係1984年 Senki 推出嘅大亞克隆食玩拼裝系列大亞戰鬥機甲。泰國產嘅呢隻 Dia Battles 應該有4種隨機配色，而我開到嘅則係主體係藍色嘅呢款。不過我自己就比較鍾意白色主體嘅封面款啦。事不宜遲啊，快啲砌咗佢俾大家睇啦！悠悠戚戚春華不斷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視線碰上你怎不心軟，唯有狠心再多講一遍。蒼天不解恨怨，痴心愛侶仍難如願。分開雖不可改變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。可知分開越遠，心中對你更多掛牽。可否知痴心一變，就算分開一生不變。雖然只係食玩，但係合體嘅機構一定唔可以省略啦。最初收到嘅時候，本嚟仲以為佢係80、90年代嘅商品，仲以為要唔要同大家試下究竟啲糖係咩味。不過既然現在已經查清佢只不過係上一年嘅產品，咁就冇必要試俾大家睇啦。下期再見啦！